鄂锦溪，我真没想到你表面上是一个纯情少女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荡妇。是太不像话了！这个贺锦溪居然干出这样的丑事情来，我们顾家的脸面都要给他丢尽了。真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地善良、老实的孩子，没想到他居然跟人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，照片都寄到家里来了。西城，你必须马上跟他离婚。奶奶，我不会和他离婚的。你再说一遍。这么一个道德败坏、淫乱的女人，你居然不想跟她离婚？奶奶，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很气愤。后来我一个人冷静地想了一想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干不了这样的事儿。谁好坏会写到脸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顾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媳妇儿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你还在为他说话呀？照片都放在这儿了，人证物证的，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啊？您先冷静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要气死我呀你！老夫人，您就相信少爷，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好，我给他时间。要是这件事情属实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整治那个贺锦溪。喂，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你现在能不能跟顾先生解释一下？你就告诉他，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喂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和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顾启成一定会离婚的。他离婚的话，贺锦溪怎么办？天哪！司徒，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这件事情是谁在搞鬼。贺锦溪，这次我倒是要看看顾西城还会不会要你。西城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没有拍过那些照片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那个清洁工真的是顾少的妻子啊？怪不得上回我让他去打扫卫生间，顾少那么生气，就让我去打扫了整栋楼的卫生间。这回算是说通了。你们说的假的吧？一个总裁的夫人怎么可能去当清洁工啊？哎，陆姐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顾总跟那个女清洁工关系不一般，但是我真是没想到，那女的居然会是顾总夫人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不就是麻雀变凤凰吗？人家本来就是凤凰，好不好？
这兴许啊，就是顾总和夫人玩点小情趣。也没有想到，顾总还有这种爱好，哎，羞死人了。不是说顾少的夫人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就是啊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那顾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。既然顾总能看得上她，那说明这个女的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唉，你们几个呀，小心点说话，万一被顾总听见了，小心工作都没了。博雅，你认错了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你去到各大媒体交代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利的消息，也能及时压下来。是。老夫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应该是冲着邵夫人来的。别叫她邵夫人，她不配。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您先别激动。如果真的把她赶出顾家，会影响您和少爷的感情啊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她还要跟我翻脸不成啊？你看看她干的那些事儿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老夫人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我也认为邵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们都是怎么了，一个个的？让她为了迷魂汤了？不是。老夫人息怒，不过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自从邵夫人嫁到顾家以后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做人呐。如果她真的和别的男人有什么事情，那么这些照片又是什么人拍的？又为什么要送到您的手上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老夫人，少爷不是说了他会调查清楚的吗？所以还请您再给他点时间，我想。少爷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那好吧，我再给他点时间。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贺锦熙就必须离开顾家。是。照片是 PS 的，技术还不错，阴影、光线、连接处处理的都很自然，可以说。花了钱的，你们怎么鉴定的？靠谱吗？你猜？说正经的呢。我找的这个朋友，通俗的讲，可以说是阅片无数，所以碰巧这张床照他见过，于是乎就把原片找了出来，发现他们只是把小嫂子的头和这个男人的头。P 了上去，经过鉴定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假的。这个男的什么来路？不知道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小嫂子。我觉得这些照片和这个贱男人有很大的关系。
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老婆这样？要是我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之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再说。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儿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要是作为男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100%生气啊，这不理才怪呢。怎么办呢？不能离婚呢。顾西城，有事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怎么着？你说不说呀？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等一等，顾西城，我那天是去见了个男的，可是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。我去见他是因为他以前救过我。救过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爸爸说要带我出去玩，他让我在路口等他，没想到他把我给忘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他，那天会发生些什么事谁也不知道。其实那天是我们第2次见面，我就想亲口对他说声谢谢。你能不能相信我？真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。我之前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去找他麻烦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没什么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顾西城。傅博雅，南宫琉璃的前男友，两人在一起有段时间了。南宫琉璃为了成为你的妻子，选择跟他分手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南宫琉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芳心。跟你说，这个女人为了得到你，费了不少心机呀。真是个心机婊。要不要兄弟我替你找人收拾他一下，保你满意。喂，龙飞，等等，你等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先跟他谈谈吧。谈？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直接动手了，宝贝儿，干嘛这么怜香惜玉的呀？行了，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处理吧。奶奶，别叫我奶奶，我们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媳妇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别人陷害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你拿出证据来呀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奶奶，我还没有和男的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要是让奶奶知道我跟顾西城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说不定更会让顾西城离婚了。反正我没有和其他男人有过什么亲密接触。不管你说什么，这个顾家你是不能待了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啊，你走吧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老夫人，你确定？是，少爷说他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正在处理。他说请您放心。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就先这样吧。不过，以后啊，一定要吸取教训，不能随随便便的跟任何人来往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奶奶再见，方叔再见。
又是那个女人搞的鬼呀！是。哼，这次啊，绝对不能轻饶了她。顾总，顾总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顾总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顾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想做这些事情，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顾总，你千万别生气。顾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贺锦熙根本配不上你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滚！方叔，少夫人，今年是神龙集团20周年周年庆，老夫人说到时候要你和少爷一起参加，这是老夫人送给您的礼物。谢谢方叔。不客气。这么看来的话，奶奶应该是不生气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付出这么多，最后就是这个结果。顾西城，你瞎了吗？他有什么好？还单纯，还善良。那我就不单纯不善良吗？不要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抛弃你，我不应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都是我活该，是我傻。奶奶早。来，坐吧。坐。给我盛粥啊！快盛啊！哎。这次的事情啊，
一定要接受教训，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人。那个人虽说小的时候帮过你的忙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上当了吧？还多亏了西城了，要不是他呀一再坚持把事情查清楚，那奶奶可能就要把你赶出顾家的大门了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了。你呀，还得要好好谢谢西城呢。奶奶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您就别再提了。吃早饭吧。吃饭吃饭。来，吃个油条。奶奶快尝一下，看看今天的粥你喜不喜欢。喂，王侦探。南宫小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侦探社人手少，好不容易才倒出人手来，查了你要我们查的人。查出什么来了吗？是这样的，贺锦熙啊，他身家还是挺清白的，没有太大的劣迹。之前呢谈过2个男朋友，不过相处的时间都不太长。哎，她2个男朋友的资料你需不需要？算了，这些资料也没有什么价值，对他来讲也不会改变什么。不用查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那我先挂了。哎，南宫小姐。喂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啊。这个贺锦熙呢，小时候父母离婚了，他跟着他父亲，还有一个妹妹啊，被他母亲带走了。还有一个妹妹？对，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，2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就是顾家管家说的贺锦熙吧？南宫琉璃是吧？外表并不代表一切，胸大无脑的花瓶，顾大少爷身边应该不会缺吧？只要顾大少不瞎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机会的。这么自信啊！希望你能笑到最后。这不是贺锦熙吗？就你这样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哦。你说这次咱们俩谁会赢啊？不管顾西城让我干什么，这都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没关系。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，我永远都比你强。喂，南宫小姐，你还在吗？喂，王侦探，请您尽快帮我查一下贺锦熙妹妹的资料。好，谢谢。你这做的什么呀？中不中，细不细的？我实在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我就每样都搞了一点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这个牛排不错，是我喜欢的口味。看来你厨艺不错呀。我想好好谢谢你。这次要不是你这么相信我，我可能就要背个坏名声被赶出去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必将报答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贺锦熙，我对你的帮助，你就想用这一顿饭把我打发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确实想好好感谢你，可是我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。我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不缺。哎，谁说我什么都不缺啊？那你缺什么？你说吧。别人可能做不到，但要是你，一定能做到。那你说吧。咱们俩结婚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这一次我又帮了你的大忙，你说咱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？
大色狼，忘了我点毛纸上我以身相许，是不是啊？小的美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公司20周年周年庆穿什么。哎，你要穿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呢，便宜的衣服吧都不太好看，好看搭的太贵了。哎，玉你穿什么？我都结了婚了，穿什么不行呀？但是你们得好好打扮一下，说不定还有什么机遇。对呀，那你们听说了吗？顾大 boss 啊，这次会带他的夫人来啊。这个夫人是这公司传说的清洁工啊，我都没见过呢，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咱们公司这么多人，谁会在意一个清洁工呀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，那到时候人来了不就知道了吗？不是说顾夫人是书香门第吗？怎么会去当清洁工啊？这可能啊，就是有钱人玩的情趣吧。还情趣呢？可得了吧！我看呀，这个顾总就不太在乎这个夫人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婚礼当天，顾总到现场路里面就走了，根本就没有完成仪式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我一个亲戚是记者，当时就在现场。我听说后来他们花了好多钱才把这个项目压下去。哎，陆助理，你说咱们公司这次周年庆，总裁夫人她会不会来呀？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脑子里都想什么呢？就给我好好工作啊！我猜呀，这次总裁跟他夫人8成是来定的。咱先不说那婚礼是不是真的假的，你看，总裁能让他夫人当清洁工，这说明两人感情肯定不怎么样呀。对，不然谁舍得呀？我觉得李姐说的对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？对，到时候呀，我一定要精心打扮一下，一定要把那个清洁工比下去，说不定呀，顾总还能看得上我呢。那我们都要好好打扮打扮。哎，你们帮我想想，到时候我穿什么好看？你呀，到时候你就别穿了，你才别穿了呢。你也是，你才别穿了。薇薇，你有没有时间啊？你教教我化妆吧，就是化那种参加大型活动的妆。大型活动？你做礼服了没有啊？礼服有了，可问题是现在我不会化那种妆，就那种不灵不灵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这个简单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。去年我们公司化妆舞会的时候啊，我妆就是在那儿化的，可好了。哎，放心，我帮你搞定，保证让你亮瞎他们的双眼。西城啊，奶奶年纪大了，的确不如你们年轻人了。上次的事情，要不是你坚持啊，可能奶奶就要办错事儿了，还真是多亏你了。奶奶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但是啊，您对锦溪不了解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了解她？您看她平时傻乎乎的，其实她心肠确实挺好的。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好啊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。西城啊，我看这次20周年的周年庆，你就把锦溪带去吧，人家嫁给你这么久了，总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，你说呢？奶奶，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我还怕您不同意呢。我的大孙子，你是懂事了。奶奶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陪您去那儿坐会儿。哎，走。好。哦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干嘛拿包挡着脸啊？没事。别走，把包拿了。不要，顾西城，你给我让开！哼，来，给。你，李逵，张飞，蜡笔小新。
贺锦熙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顾西城，我不就是换了个造型吗？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你能不能严肃点？能。没关系。没见识。哼。是。贺大侠教训的是。喂，等一下，你说是你啊？你好久没跟我联系了。苏小姐，南宫琉璃现在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司了。不过我听说总裁夫人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公司20周年的年庆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当然有兴趣了，你帮我继续打听。好，那我会继续帮你观察的。拜拜。南宫小姐，你好好看看，这里面都是贺锦熙和苏妍希姐妹俩的资料。你还别说，她们姐妹俩长得真是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贺锦熙父母离婚之后，贺锦熙跟着他父亲，苏妍希跟着他母亲。姐妹俩的感情不太好，平时很少见面。前几年，他母亲出了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一直是苏妍希在照顾。我的人查到，贺锦熙在家医院做整容的时候，因为药物过敏，导致了皮肤溃烂。后来这家医院还对他进行了赔偿。随后我的人还查到他的出行记录。顾西城结婚的当天，贺锦熙根本就不在本市。顾总好。阿伦，用点心，把它搞得漂亮一点。放心吧，顾总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那这位小姐，请里边请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把昨天准备好的2套首饰拿过来。你们两个把昨天准备好的那套香奈儿1号粉底带过来，要快。贺锦熙整容失败，那么当天出现在婚礼上的那个人，就一定不是贺锦熙啊。贺锦熙出去，应该就是为了做修复。这么说的话，当时在神农集团做清洁工的那个，就一定是苏妍希。原来贺锦熙一直让苏妍希冒名顶替自己。顾西城一定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如果我告诉他，顾西城一定会把苏妍希赶走，也不会原谅贺锦熙。就算我不能得到顾家少夫人的位置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贺锦熙如愿。可是怎么才能当众揭穿苏妍希这个骗子呢？南宫，常总，有时间吗？一起喝口咖啡。我今天有空。怎么会突然辞职了？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的。这段时间家里出了些事情，怕耽误工作，所以就辞了。常总，您最近忙什么呢？
我去趟报社，公司要举办20周年年庆，顾总可能会带夫人一起参加。我去跟那边的记者们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的。顾总会带顾夫人一起去？那天除了报社，电视台会不会也去？当然了，神龙集团的一举一动，媒体都会非常关注的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能揭穿苏妍希那个骗子，那么顾家就是想掩盖事实，也掩盖不了了。到时候，常总，我虽然在公司待得不久，但是也挺想念同事们的。如果那天我可以去看看大家，那就好了。这事很容易，我来安排。这样，年庆那天我会通知你。谢谢常总。陆安，是我，你帮我弄一张你们公司周年庆的入场券。常总好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你说谈恋爱了？谢谢常总。我先过去了。陆助理，你今天穿的可真漂亮啊！还好吧？哎，我这件裙子啊，好像是一个什么米兰设计师的独家定制款。上次柏林电影节呀，好像还有一个女明星跟我同款呢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应该可贵了吧？不过这钱花的真值，我看这全场啊就没有人比你闪。就是，我看今天全场最漂亮的就属陆助理了，可不是？哪有啊？一会儿啊，好像顾总夫人也会来，到时候顾总夫人肯定是全场最漂亮的。你就说那个清洁工啊，哎呀，我见过，也就那样吧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哎，咱们去那边跟他们打声招呼吧。好。来，你们先喝。好吧。喂，南宫，年庆快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没出现？哦，我已经出门了，尽快到。啊，不着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好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场的各位嘉宾们，大家下午好！龙腾虎跃祝神龙，百花争艳贺庆典。随着时光的临近，我们神龙集团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庆典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们有欢笑，也有泪水，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1年。面对新的时光和挑战，我相信我们神龙人一定可以满怀激情，以100倍的认真和努力来迎接我们更加美好的新的未来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宣布，庆祝神龙集团成立20周年的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有请神龙集团的总裁顾锡成先生致开幕贺词，掌声欢迎顾总，有请。各位，今天是神龙集团20周年的周年庆，在这20年里，我们大家风雨同行，缔造了神龙集团如今的辉煌。这一切与在场的各位都是密不可分的。今天
我要感谢各位对于集团的支持和帮助。文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刘离，今天神龙集团周年庆，报社让我来采访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没事儿，就随便走走。刘离，你要去神龙集团？我的事儿你别管了。刘离，你就听我一句吧。上次的事，顾西城已经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你不能再胡闹了，你们俩是不可能的。是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，但又怎么样呢？他认为我不好，那他身边的人呢就好了吗？我得不到的，他也不应该得到。顾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刘离，你听我一句，放手好不好？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让他知道，他身边那个人就是个骗子。刘离，你这样，我们俩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们俩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刘离，你听。好，好。没想到吧？那个顾西城就是个傻子。我今天必须当所有人的面揭穿这个事实。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大家能够同舟共济，让神龙集团更加辉煌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我的夫人贺锦熙女士。感情真好，哪像传闻里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呀，全世界都没和的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。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刘离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错下去，我就是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我得不到的，贺锦熙那个骗子凭什么得到？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？刘离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离开不好吗？我们重新过新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要离开，可在我离开前，必须击穿那个骗子。刘离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现在就离开，我们不管其他人，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博雅，博雅，你等我，等我去办完这件事情。我知道。顾西城这次肯放过我，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其实，对于跟他在一起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贺锦熙那个骗子骗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博雅，博雅，你等我，等我去揭穿他，咱们就走，咱们一起走。
你好，顾总。哎呀，刘总，祝贺你股票生意大涨啊！借您的吉言，今年的股票还会大涨。好，行，来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哎，顾总，你踏得真漂亮，不愧是书香世家。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我敬你。谢谢。顾总好。你好。你的妻子真漂亮。谢谢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去那边敬一下几位元老，好吗？走。哎，西城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等我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走。琉璃，我求求你了，琉璃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不要，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！不要！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不要！我没蹊跷！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小心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车撞了。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们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。有什么消息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